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南港展览馆有一场医疗科技的展览会，有不少科技公司把 AI 人工智慧的运算导入去医疗的第一线。像这个 AI 会当协助分析到牙科的电光片，让医师精准提供治疗。啊，即摆真项的再生医疗嘛继续咧进步，像心肌炎的患者，未来有机会唔免换心，都会当得到重生。心肌诊片跳电筒展现生命力，细胞治疗技术慢慢进步。iPSC 隐形心肌细胞，就算无送电，嘛当用显微镜看到虚伫咧皮肤彩，细胞一步一步互培养做心肌诊片，替病人带来新希望。治疗在心脏有问题的人直接贴附上去，开胸之后直接贴附上去，不是一个 OK 泵贴在上面，而是它是会召唤一些再生的讯息。那所以这个像把心肌成片放到心脏上的时候，不到1个小时它就长血管了。啊，若伫咧培养细胞的过程，产生的外壁体有抗发炎、促进再生效果，除了会当将做保养品，未来嘛有机会会当治疗大眼睛，或者是皮肤疾病。医疗和科技互相帮伴，对患者和医护拢有帮助。患者倒伫咧病床，得当检测心跳血压 ，AI 快速运算，全部状况都拢会当看现。就算患者等的过程伫咧度假吹，或者是无方便刷电筒，有伫咧使用机的患者，拢会当轻松检测，减少临晚操作。医护人员都短缺，所以说一个人当5个人用。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 AI 的协助之下，其实是可以解决的是医院的一些人力的一些短缺问题，然后可以加速 accelerate 这个医护的一些效能。AI 科技高速运算，伫咧过去破病状况拢会靠人工检判，就含气科拢有 AI 加入，轻松分析电光片。过去捌做过气科治疗，全部列甲清清楚楚，互医师研究病例时间变少，卖当更加精准治疗。医疗和科技同齐运用，嘛互病人带来更加侪生气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